那这阮代替嘛有人违规，今仔透早6点外有上百区间车要对家人七堵来出发，也站务人员呢所发现讲哦，这个车厢去红乌白擦，这时间是无法度来清掉，赶紧来换车厢，列车怎因为安尼来前5分钟。另外，伫咧早起9点外，新北树南有人唔知影什么原因哦，违规钻入去铁轨道，也警察依法加送法办。 列车入站，真侪旅客上落车，代替假日客流量真大。延过23透早一班1108次的区间车对贵人七堵车站准备出发，站务人员虽发现有各样车厢外口无经过温准，竟然互围堵围一大片。本来它原貌是好好的啊，就涂了就好，觉得怪怪的。没有经过同意给人家乱涂，好像不是很正确。它是有一种创意的一个感觉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 民众看到也惊一个，根据了解，区间车敢若是伫离暗时收班了后，互挖起的。清洁公司当时无法度清掉，换变做了发车，总共延误5分钟。另外，这款乱围堵的行为其实也已经违法。本案涉嫌刑法第354条毁损罪及铁路法第68之2条。本分局已组成专案小组，积极侦办中。 经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调查，不过代替红乱围堵，毋是头一摆。伫2023年就一台 EMU 3000型新竹共和列车红乱围，未也依照线数掠着人。另外违规的情形，相款伫树南站发生。早时9点外，监视器翕到一个查某人，家己行到月台上南边，家己走入去铁轨路，敢若是要翕列车。最后伫9点25分，由站务人员传回交予警察。因为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台铁的员工不需要也不应该去负责。 车站对于各个民众，包含自己的职业安全问题，因为那需要受过专业的训练。自始至终都不遗余力啦。环境的安全这个部分，我们也一直在调整嘛。像我们台北站，我们就增加了保全人力嘛。其他的我们也视情况来研议。 代替表示，两站个案都无影响到旅客安全，针对场站安全也拢继续加强。另外，员工的人身安全也同步来强化，以自我防范为优先的目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